農曆新年就嚟到啦，Miss 花梨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今年 Miss 花梨設計咗幾款揮春同埋利是封，如果小朋友都想 Little 花娘一家同你哋過新年嘅話，可以喺右下角嘅 QR Code 訂購。各位小朋友，你哋好啊！我係 Miss 花梨，你哋又叫做咩名啊？新年就嚟到咯喎，Miss 花梨想問下你哋有冇去過年宵市場啊？Miss 花梨聽到好多小朋友都有去過年宵市場，又叫做年宵花市。係香港喺農曆新年前夕舉行嘅大型市集，通常會由年24開到年初1嘅清晨。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一個只係新年前夕先會出現，充滿節日氣氛嘅臨時嘉年華。今日 Miss 花梨講嘅故事叫做一起逛年宵市場。喺新年前夕，Little 花娘一家會去年宵市場，不如我哋一齊睇下有冇有趣嘅事情發生啦！今日係新年嘅前夕，Ellie、Hilda 同埋 Davis 都好興奮啊！你哋知唔知點解啊？係啊，因為爹哋媽咪話食完飯之後可以去年宵市場啊！3個小朋友聽到都即刻跳起。媽咪預先同小朋友講，去到年宵市場，每一個小朋友可以揀買一樣嘢。爸爸提醒小朋友，年宵市場入面有好多人㗎，所以小朋友要跟實爹哋媽咪。去到年宵市場嘅入口啦，四周圍都有好多人。好熱鬧啊 ！David 就話咯，哇，好似過節嘉年華咁啊 ！Hilda 聞到啲香味就話啦，我聞到有燒賣嘅味道啊！小朋友啊，你哋覺得年宵市場仲會見到啲咩呢？係啊，我聽到好多小朋友講，年宵市場入面會見到好多嘢。我哋睇下一陣會唔會見到？跟住媽咪就話咯，年宵市場分成濕貨區、乾貨區同埋小食嘅攤位。濕貨區嘅意思即係話賣嘅嘢需要用水養住，容易腐壞或者需要新鮮保存嘅物品，所以喺年宵市場嚟講，濕貨區一般係指新鮮嘅植物，而乾貨區嘅意思即係話唔使用水養，可以擺放得耐嘅產品，多數就係同新潮或者係潮流有關嘅。小食嘅攤位通常係獨立劃分，唔屬於傳統嘅乾貨或者係濕貨嘅。媽咪同小朋友講啦，我哋首先會去濕貨區。Ellie 行上前話：呢一種花好靚啊，好似蝴蝶咁樣。媽咪就話啦，呢一種叫做蝴蝶蘭，係蘭花嘅一種。蘭花係象徵住高雅、品德同埋豐盛。另外，佢都有寓意家庭和睦、事業興旺嘅意思。之後佢哋又去咗睇另一種花啦。Hilda 問媽咪：呢啲花係粉紅色，好靚啊！媽咪就話啦，呢一種叫做桃花，係象徵住愛情、美麗同埋生機，亦都寓意住人際關係。所以好多人都相信買桃花返屋企嘅話，就會令到人際關係變好。
有一種香味慢慢咁飄緊過嚟啊！媽咪就話啦，呢一種就係水仙花嘅香味，因為水仙花嘅開花季節同農曆新年一樣，所以被視為福運到來嘅象徵。Davis 喺另一邊望到啲年桔，媽咪就話啦，年桔個桔字同吉利個吉字係同音嘅，所以又寓意住大吉大利。佢問媽咪，啲年桔可唔可以食㗎？媽咪就話啦，年桔唔建議直接食或者製成鹹金桔，因為佢哋種植嘅時候會噴咗好大量嘅殺蟲水，農藥殘留嚴重超標。如果直接食嘅話，就好似食殺蟲水咁噶啦。如果想安全食用嘅話，就要剪晒舊嘅果實，繼續種至少1年，等農藥分解後先可以食噶。最後媽咪揀咗一盆細嘅蘭花。去完濕貨區之後，佢哋就去咗乾貨區。Hilda 佢話，我見到好多風車啊。媽咪話，風車代表轉運，將唔好嘅嘢轉走，好嘅嘢轉返嚟。Hilda 即刻好開心咁話，我想要呢一個風車啊！之後媽咪俾錢買咗呢一個風車。Hilda 都玩得相當開心。Ellie 同埋 Davis 都喺度揀緊自己想要嘅嘢。Ellie 平時都好鍾意睇舞獅，因為覺得好有氣勢。Ellie 見到有一個攤位係賣舞獅公仔嘅物品，最後 Ellie 揀咗一個舞獅嘅袋。而家就到 Davis 啦。Davis 佢揀中咗一個氣球，可以喺天空中飄來飄去嘅。而呢個氣球仲印有 Davis 好鍾意嘅 Rumi 圖案添。Davis 拎住條繩喺度玩個氣球，但係突然之間 Davis 唔小心放開咗隻手啊！小朋友，你哋估下氣球去咗邊啊？冇錯啊，個氣球飛咗上天空。Davis 好唔開心啊，佢喺度喊緊。如果你係 Ellie 或者係 Hilda 嘅話，你哋會點樣安慰 Davis 呢？喺呢個時候 Ellie 同埋 Hilda 即刻過去攬住細路，另外都同佢講 Rumi 一定係去咗冒險啦。你睇下佢玩得幾開心，不如我哋一齊同 Rumi 揮揮手，講聲玩得開心啲啦。之後 Hilda 同埋 Ellie 都有將佢哋自己買嘅嘢同 Davis 一齊分享，所以 Davis 都開心返啦。之後佢哋行過一間賣揮春嘅攤位，爹哋就揀咗大吉大利同埋學業進步呢2張揮春。買完要買嘅嘢之後，佢哋就去咗小食亭，買咗一啲冰糖葫蘆同埋燒賣嚟食。佢哋都有互相分享食物，好溫馨啊！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不如等 Miss Farley 考下你哋有關於呢個故事嘅問題啦。第一題問題係，Little 花娘一家今日去咗邊度呢？佢哋係去咗超級市場，亦或係去咗年宵市場呢？冇錯啊，佢哋係去咗年宵市場。年宵市場係農曆新年前夕嘅一個大型嘉年華，
喺嗰度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新年嘅氣氛。第二題問題係年桔有咩寓意呢？冇錯啊！年桔個桔字同吉利個吉字係同音嘅，所以又寓意住大吉大利。第三題問題係風車有咩象徵呢？冇錯啊！風車代表轉運，將唔好嘅嘢轉走，好嘅嘢轉返嚟。第四題問題，點解喺故事入面 Davis 覺得唔開心嘅？冇錯啊，因為佢嘅氣球飛走咗。不過有一家人嘅安慰，同埋 Ellie、Hilda 嘅分享之後 ，Davis 就開心返啦。最後一題問題啦，你喺年宵市場會想買啲咩呢？Miss Farley 聽到你哋嘅答案啦。我聽到有啲小朋友話想買玩具車，亦都聽到有啲小朋友話想買一啲新衫。Miss Farley 都好欣賞你哋認真去回答。而家小朋友不如跟住 Miss Farley 一齊讀一讀今日故事出現過嘅幾個詞語。你哋準備好未呢？準備好嘅話，我哋就開始啦。年宵市場，年宵市場，蘭花，蘭花，水仙，水仙，年桔，年桔，桃花，桃花，風車，風車，揮春，揮春。小朋友，今日 Ellie、Hilda 同埋 Davis 一家人行年宵市場，認識咗唔同年花嘅寓意。雖然 Davis 嘅氣球係飛走咗，但係因為有屋企人嘅愛同埋陪伴，令到 Davis 開心返。最後 Miss Farley 都同各位小朋友拜個早年，祝你哋新年快樂，萬事如意。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鍾意 Miss Farley 今次講嘅故事，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